咁另外開心咧就係禮拜五咧，咁我咪話想介紹一個新男朋友，內地唔係內地嘅演員俾大家認識，就係咧劉宇玲嘅咁啊，講咗佢嘅出身啦，點樣入行啦，拍過啲乜嘢啦，咁樣咁都講咗好耐係咁啊。後尾咧，琴日咧佢就開 live，我都有講佢成日咧就會即係 streaming 噶嘛，即係會開 live 噶嘛，咁。原來佢咧就係對上一次咧，就隔咗10幾日冇開啦，咁樣可能好忙啦，咁佢咧就坐緊響一部保姆車入邊咧，就開咗個幾鐘頭 live，咁樣我都有俾片大家睇嘅，咁有人咧就問起，我唔知佢點樣可以睇到啦，因為好多嗰啲人咧入去咧問佢好多嘢，因為咧只要嗰條片佢開緊 live 嘅時候咧，就等於好似有時我哋開 live 啲觀眾會打啲字去問問題噶嘛，佢係10下。留言咁一板清，根本你係冇可能答得到嗰個人，連嗰個人個名個尾字你都睇唔到係咩嚟，即係你答唔到係問題，多人多到咁嘅。係啊，咁啊，咁當中咧佢唔知點解可以睇到咧，就係話我喺香港有介紹佢，咁樣佢答翻，好 sweet 喎。咁啊，阿傑章係咪幫我哋剪輯咗少少出嚟，咁啊，真係可以播俾大家聽下。係啊，聽下第一段啦。是有一個電台吧，是那個宇玲老師做的那個，是不是？我說給大家介紹一個人叫劉宇寧，我的天哪！我當時看到那個我蠻震驚的，因為大家也知道，你們也知道，我從小就是看那個港台電影長大的嘛，香港電影長大的，我特別喜歡香港電影，所以鄭宇玲那我看到他太多的電影了，很多人見明星會很激動什麼的，年紀相仿的這些明星，其實我都沒有什麼感覺，啊，可能剛開始有感覺，但是當我看到每一個香港演員的時候，我都會很激動。我都會超級激動，係啊，哇，好開心啊！冧滋滋啦你，即係佢講咩都知我聽。佢咧就話咧有一位即係香港嘅演員啦嚇，就係叫鄭宇玲啦，咁就響電台咧就介紹佢，咁佢咧就好開心，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嗰啲 fans 都知道佢由細咧就係睇香港嘅電影電視長大嘅咁樣，咁我嘅戲咧佢亦都有睇過啦咁佢話咧響做緊呢行咧年紀相若嘅演員咧，佢見到嘅時候咧就冇咁興奮嘅，啱見到都有興奮嘅，不過後尾就冇興奮啦。咁但係咧，凡係從香港見到嘅演員啦嚇，咁樣佢都係特別開心嘅咁樣。咁啊聽到我係介紹佢咧，更加開心添。咁你聽到你個偶像咁樣讚翻你，你有咩感覺咧？咁啊，首先我覺得佢係一個好嘅演員。Bella 有冇憎咗你先？為單嘢，佢開心到不得了，佢即刻 send 俾我。霸咗我要多謝好多 fans，哇！我個 IG 一爆晒，冚唪唥 DM 我。其實蔓延到我嗰度啦，到謝到。